打機令我精神充沛，唔想只係識瞓。呢一句說話係嚟自長壽大國之一嘅日本，住喺福島縣嘅8歲婆婆安希烏士。佢最近接受咗當地媒體訪問，分享咗佢嘅長壽秘密，竟然係打機。安藤嘅床邊總係擺住一部 Nintendo 嘅遊戲機，佢話最中意嘅遊戲係彈珠人同埋俄羅斯方塊。佢好熟練咁操作手掣，2-3下就過咗彈珠人嘅第一關。依家已經有近30年打機經驗嘅安藤，原來第一次拎起遊戲機係喺東京探孫仔嘅時候，後來孫仔將唔要嘅遊戲機送俾佢，就開始咗打機嘅生涯。依家安藤幾乎每日都會玩2-3個鐘，每個週末安藤4歲嘅曾孫都會過嚟同佢一齊玩。每當曾孫輸俾佢嘅時候，佢都會好自豪咁話自己叻啲。而家安藤同第2個女一齊住，除咗需要幫佢煮飯，安藤幾乎唔需要屋企人嘅特別照顧。佢仍然係一個好活躍嘅遊戲玩家，而且每個禮拜都會去3次嘅社區中心，同工作人員同埋其他老人家一齊傾偈。安藤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年齡唔係問題，只要保持興趣同埋熱情，生活就會充滿動力同埋樂趣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嘅節目，希望你會話俾我哋聽，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IG channel 重新出發。每一個訂閱同埋 like 都係我哋嘅動力。下期再見。